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气来了》，我係 Rita 牛天。大家今下看到了影片後，是你今日來到節目當中嘅來賓，你係創作音樂人，記得台面非常嘅定一下。你先嚟分享，記得大家好好同大家來分享。你實實來分享。救命殺手樂團分享記得。Hello， 大家好，我係客家小龍 Brian， 我本用安醬哦。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徐金博，我今日攞我嘅老公吉他手老公唱下來錄音。大家好，歡迎兩位。家下看你哋兩個，一個講我本用動作，一個我老公係我吉他手，感情都好啊，真嘅所以按到救命係冇。其實今日要長記得來嚇，大家係講有時常有關心青島客家嘅比賽，發覺講你都要參加青島嘅比賽，參加東島嘅比賽啊嚇。當然大家一開始聽到你哋嘅台名出嚟當好奇，同大家介紹到底係樣嘅話要安尼嘅樂團咧。開始嘅嚇，其實我唔係一開始就搞一堂嘅人，係我老公，佢太好嘅時節啦，有兩家朋友向下搞。後來啊，你結婚後啊，我下就要做一個錄音室、練團室，係個朋友就會來搞。有一擺啊，個朋友就講，今比我去參加一個比賽，嗰比賽就係客家歌嘅創作比賽。好，他有拿到佳作，好，我們就覺得哦，好厲害耶！後來我就想講，哦，我媽做得咯，我會下歌咯，我會下歌，不過我唔適合表演。哦，給你們也欣賞就做得啦，對不對？佢就講鼓勵我下歌哎喲。係安尼哦。那第一個你哋樂團是2016年創立的嘛？哈，2016年哈，到今呢，係差唔多4年lang嘅時間。4年嘅時間，差唔多。好，那你哋結婚係窮用嘅，差唔多按久。結婚之後1年。結婚之後1年就加入新的團員，就把原本的舊團全部開除。本來樂團是按照救命殺手嗎？唔係哦，係真嘅係因為幾間嘅，老婆加入才變成救命的。對，你係你都自己按嘅名啊？就算係一個朋友按嘅，佢可能搭埋來，你嘅work下了啊，來唱歌，來練團，可能兩三哎呦感情都好，佢就想救命，又配一個殺手，又比較衝突。哇塞！殺手可能係佢想嘅按嘅名係佢一家吧。我你按名嘅啥？哦，係安尼啊哈，嗰安尼成立4年哈，我第一個本，你說原本的團員問題。啊，變到也不樣，韓國也還有一個琵琶手，係嗎？因為也還按那個組合guitar，韓國琵琶，好，算是2個都是這個都係記得同一個家族的樂器啦，哈，好，韓國都係，嘿，都算是這個旋律樂器哈。這種時有冇有想按那個組合？其實一開始加入琵琶是因為我覺得那個聲音好像蠻搭我們歌詞的那個韻律的感覺。因為他彈奏的方式的聲音跟吉他，還有跟客語的那個韻腳的韻味，好像特別能夠把它彰顯出來。然後剛好這個琵琶手又是我們，就是現在一起做音樂做歌的那個公司，就以前我鼓手的女朋友啦。然後反正就大家認識這樣子。那我們那時候會認識他，是因為我們在一場表演，他在上半場，他用琵琶彈爵士音樂，然後覺得哇，真的好衝突哦。然後就想說，那不然就一起來玩。就是客家音樂這樣子，對，哎呦，有一種跨界嘅感覺，對，所以你係做音樂講，青島係做客家係嗎？係，完全就是你下嗎？係啊，跟因為一下家一開場看到你哋寫嘅安平一個嗬，啲安平大家可能佢唔係台南嘅安平咯，佢係你桃園平鎮嘅曾憲利係嗎？係同大家介紹一下好嗎？我第一擺聽到安陽嘅故事係我哋嘅李總，佢係一個當少年李總，很年輕的。後生係嗎？後生李總，後生李總。佢攞安陽分享安陽嘅故事，我就聽到是講嚇，因為安陽嘅故事我從來唔識聽過咧。佢啲都講乜㗎？因為有戰役嘅意，是講跟戰爭有關係。1895年，客家人同日本人
就是为了守卫家园在对抗。哎，哎呦，这故事书本底不会读嘛，唔会写。系啊，我糖豆之后就糖豆后就想讲，来下一首歌曲，把它变成一个听到故事，把它创作成一首歌这样的感觉。所以是约两首歌曲。哦，听一首客家歌。第一首客家歌，两首歌曲咪係從你大嘅素材去出發係嘛？係。哦，以前有寫過歌曲嘅經驗冇？有，不過唔係寫客家歌，係寫特殊嘅時間嘛，寫嘅歌嘅種係好想影響嘅表示嘅一些想法啦。哦，對呀。點都看冇重要。冇重要。古時真係係朋友參加客家嘅比賽，鼓勵。有得獎，有上還沒做嚟次可能。哦，佢欣賞感係對你有動態鼓勵，佢懂支持你吼。有啦，就是非常鼓勵他，還會督促他，怎麼今天沒寫？每天都要寫啊，沒有。最近哦，當你都會寫啊。會吹哦。會吹是不是？哦，咁你下目前你都歌曲體育安片預告，其他嘅音樂和個歌詞嘅方面，主要係哪種方向嘅？方向啊。我寫嘅歌曲，我會先想講講嘅故事嘅內容係乜嘅，像我近期會表演嘅歌曲啊，有草木之間係寫茶葉嘅文化，還有橋下故事係寫環境環保議題，嗰條故事全部係發生喺我大嘅位所，附近發生過嘅事情，係我種想講我用歌曲嘅方式來寫一個故事一樣。我哋講兩啥都係討厭嘅，兩啥都係討厭嘅，然後所有人都對討厭都係當熟嘅，不過你寫嘅東西接上會寫討厭相關嘅係嘛？係，我想寫這個都很熟悉，但是背後又有一點陌生，然後我就會去挖那個故事，就是會想要把它更深層的意境表示出來。就其實有首歌叫《送聖集》，是在寫那個聖基亭，就是禁制席子。然後我們從平鎮會路過龍潭，就有一個聖基亭。然後每次，因為我那時候是從八德搬到客家莊，就這聖基亭是什麼？我沒看過。就後來其實是那種客家禁制席子那文化，會燒寫過的字跟紙這樣子啊，對啊。所以其實它一直都在那，可是如果你沒有去把它寫出來或者做研究的話，其實你可能就不太知道，你可能很淺碟知道說啊有個地方有個聖基亭，可是你不知道它背後深層的意義是什麼這樣。所以我們的歌就是會找一些主題來寫，然後就也不用太過包裝，因為那個本來就是實際的東西，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把它寫進來，那寫完之後再透過詞曲編曲這樣子把它做完這樣子。所以用創作嘅角度來講，都係當下寫一個故事，係實在嘅故事啲解答會。咁我哋用傾碰嘅寫歌，香港嘅演奏，咁編曲啦，幾隻節奏係馬上嘅來完成。好。是客家西路，客家西路完全客家歌，哇！還有同學，講到同學咧。好，古數兩三年嘅合作嗬，就係同搭隊啦。嗬，當然咧，大家記得喺節目當中為大家帶來到冇強嘅歌曲，香港記得要前到創作嘅理念，然後想法，邀請大家聊一下技術狀態，你呼起來了。歡迎所有朋友轉到呼起來咧 ，Rita 今半夜同大家喺節目當中，來分享朱咪沙上樂團幾道嘅音樂喎。頭先頭咧，幾道要樣片，很個簡單嘅，睇一下幾道創作嘅理念喎。繼續來同幾道分享我，再次分享兩位，好。家講到其實生活嘅環境當中要講到嘅故事嗬，唔過我用人嘅目睭看到一個故事，很個用你嘅想法。你嘅文字攞佢表達出來，也係另外一種創作嘅路程嗬。其實我家睇傾平講嗬，你當會去觀察，當到
当声音的，也係講當平常的，平常大家可能啊手按的，唔講唔使做嘅，留意變做歌曲，唔係用嘅潛入嘅生活當中嘅靈感嘅。是到了下嘅人上班啊，一模下，佢每有嘅好奇嘅興趣，上了事情都啲係用班人發生嘅，那有當到嘅好奇心啊，那就會想講，哦，哎呀，我嘅故事冇聽過呢，就當想講，我去了解下那度嘅內容啲，啲背度嘅內容安樣，我就會去尋當到嘅素材，可能去出去翕相啊，冇就去參加當地嘅活動啊，導覽啊，社區解說安尼，慢慢哦，還個上網查一些文章，去了解更多背後的故事。你講嘅都有感想，因為你係生活當無限，有做事係講有家庭，係講有聲音啦。我遲到，我就係時間冇按到嘅。你係用嘅老時間安排出來，也係講你用扮演做最有效率嘅安排。有效率哦！我當然冇去上班啊。你係復健師，係啊，我係復健師啊。照顧人嘅便宜。係啊，當然上班都按部條係9點半才下班。幾多點愛睡冇啊？11點。跟住時間就2點鐘天天。唔過，你係醫療人員嘛？醫療人員上嘅班啊，下晝條，下晝條愛午休嘅時間會下床。所以我有陣時喺當晝條11點就下班，下晝條5點半又會去上班。有陣時我就利用了下晝條嘅時間，我會寫一些詞啊。我就好看天樣啊，嘛就得啦，我就看一條影片啊，我就聽人嘅歌啊，嘛就得。尋找靈感的方式就按用啦。哇，我知道你生活當愜意呢，安尼當享受。不過人家講到就講，愛讀開目標嘅東西，讀聽人嘅東西，會變做自家嘅靈感。也係講會發覺，原來我可以這樣做。哦，係啊，你哦，跟住就嘅創作地圖嗬，你係負責音樂嘅編曲啦，佢嘅音樂嘅完成啦，佢寫嘅東西用你來看，尤其係講客家啦嗬，你見你講客家嘅創作嗬，你唔係客家人，你談嘅是客家話，跟住在做音樂嘅時間，你嘅思維係用嘅，落翻譯歌啊，其他歌係冇用嘅。其實這有點不太一樣，因為我以前寫的歌可能是英文，然後國語字，那他們有一個文化的傳承，就是英文歌的公式啊，可以這樣講，或國語歌的公式。可是我發現客語它其實沒有什麼公式，就是，所以我就是從它的詞裡面去找那個感覺。例如說，這個感覺讓我感覺到是比較憤怒的，或者是這個感覺是比較空靈系列一點，像草木之間，可能就人在草木之間。這樣子這種感覺，你係講歌詞係嗎？對，就看歌詞的意境，然後就用了吉他去把和弦先確定，因為有和弦也不能夠有些太複雜，或者是說落入一種公式裡面，就會聽起來說，預期下一個發展是什麼，所以就要避免掉那個，然後把這個抽換掉之後，再把歌詞意境搭進來。那寫一個 demo 之後，我們其實有一個編曲師，一個編曲的團隊會討論說怎麼走，再加什麼東西進去，這樣看曲風是要電子的還是要民謠的，還是要搖滾。其實我們嘗試很多不同的曲風，雖然說語言是客家語言，可是語言其實最後就是一種文化，就是在追源頭那個文化。那這個文化，每個文化都有每個文化的力量，那我只試着用音樂去把這力量描述出來，就是這樣而已。對。咁以前都做客家音樂，然後其他嘅音樂又買冇重要。應該講，其實語言那天去寫音樂，好，音樂是沒有國界之分，沒有隔閡的哈。不過假如2年之後變成嘅特色，有乜改冇重要嗎？我覺得最不同的就是為了符合那個韻腳啊，很多都要從就彈奏的時候要從呼吸出發，去想一段節奏，去符合他唱的旋律。就是不是用一般套路，就是因為我本身有在教吉他，我們都會說可能 slow soul 或什麼 rock 什麼去套進去，可是其實不是，最後就發現是他唱的那韻味的韻腳跟他停頓的那個感覺啊，我必須要重新的去為他研發出一套的做法，這樣，我覺得最有趣的是這個，因為其實我也是，因為我就很喜歡聲響，我去看他演唱會，然後後來我喜歡那個大主演的彈奏方式，我去跟他學過吉他。
可是我不是跟他学技巧，我发现他一直在讲，一开始我不懂，一开始他在讲说啊，其实呼吸很重要，呼吸。然后我回家我就想，对，真的是呼吸很重要，拿掉那些节奏啊、beat 什么，最根本就是呼吸嘛。跳舞文化也是啊，唱歌文化也是，写诗词也是，你念起来都有一个 flow 一个呼吸，然后嘻哈什么都是，所以我觉得就是从呼吸，从身体的 body 的律动跟词去搭进去，才是就我最近在一直研究的事情。哇，刚下Brian 哦，讲到只重点去讲呼吸，佢讲的了透气，唔系讲你鼻孔然后空气 keep 落去听，它其实讲是一种很自然身体跟心理感受的那种律动也好，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个感受你要怎么样表达，进入那个旋律的那种律动里面。好，所以其实走某种音文法音乐，它带来的就会不一样。对。好，用英讲像做非洲音乐，为什么他们好像律动很多？那跟讲话是有关系，所以他改用啊，你讲话，你身法文法都有关系。而且我发现客家文化，这不知道是韵脚观讲，很适合3拍、6、8拍，就哒哒哒哒哒哒。我们很多歌自然至少就是3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写，其实是3拍然后就比较就是哒哒哒哒哒这种。不 balance 的感觉，好像比较适合，就是蛮适合拿来用。可能拄好เรา去写的歌有关系。对。好，家下很有讲到野团吼，希望到底会让大家分享几条的歌。其实你都参加前都某项的比赛，没有累积有一定数量的客家创作咧吼。家下讲到有草木字典，我哋草老木。老年有冇关系呢？联系来是系差米也差了就是哈，来同大家介绍一下。因为你大家为数头人啊，头摆喺中东都茶叶嘅地方，头人有太海，跑太海係一隻從一個連通我們桃園到淡水之間的一個用水運系統，所以頭擺有咁多嘅船哦。船只啊，商船，我哋給你匯集，好，所以我們現在去逛大溪老街會想到說，哇，以前是很繁榮，那就香港用嘅產業嘅文化，攏因頭人採體嘅特色有咁多嘅相關聯性，係，我就想講愛攏產業嘅文化下一首歌曲。好，我下個嘅時間就想講茶就像因當伊愛食茶，吼，我就聽人嘅屋下大嘴姑媽愛食茶，尤其是長輩啦，我爸爸、我阿公一天會先泡茶，不飲茶，出來兩邊嘛有茶，所以安尼，所以比茶就知道人嘅情感就有連嘅強下嚟，係嘛？我說。哎呀，草木之間就係講安尼，係啊，節目當中我想導演從一團嚟本大家來談好嘛？好，就有請到從一些團草木之間，好嘛？唱。有月亮，坎坎坷坷的路，飞茫茫，天茫空。上架，沙滩的上流台，腳步是愛聲音，一團離場，言辭心間，嘿，嘿啊，哦嘿呀。草木之間，就係
愤怒。你上帝草木之间，就系愤怒。耶，草木之间，哇！我真中意，也去歌词讲人生在草木之间，手系粉。我没想到，我阿公头摆有卖茶，有卖茶哦。韩国我从小到大好，一放从我就会看到木卡茶做出泡好诶。我木卡当伊就用酿茶，他讲有是酿茶，一天为少，到今我爸爸咪系当伊几度的啉茶。我讲咪系，我就知道安尼嘅文化係东江嘅文化，我是都喺動有本土嘅文化。錯，韓國人講茶因為係好茶，就看做嘅人啊，老佢做到樣嘅啊，強樣嘅茶廠冇強嘅人做，嘅面試就冇強樣，古時當然就會有比賽係嘛，啊又係白板嘅茶，又係打定嘅茶，就係安尼。哦，古時我聽到非常嘅有感覺，好識茶嘅朋友，好識茶嘅朋友，聽到係咩詞都講，實實泡一壺茶，好好嚟享受一下。你係你客家當重要嘅門事啊，哈！所以寫歌嘅時節啊，哈，同譬如講你寫呢個，你是咪去茶園係嘛？我去茶園行行看看啊，係啊。當你嘅歌曲寫好嘅時間，你用什麼有去茶園去你自家嘅 MV 來去應該。很讚哎，你663今年係啾咪最佳拍檔，而且那時候還沒買穩定器，舉到手很用手按下，你還用進去。我想我請教 Brian 哈，你客家人講，你識茶葉乜嘅？你係當時嘅當成敗，咁對你來講，亞福卡從小到大咁有按用你識茶嘅文化。我覺得茶的文化就是其實，因為它是一個飲食文化的一個，就是我們不管到哪裡吃飯一定配茶，在我們現在這個文化裡面，對這個文化裡面，然後在客家這個文化的話，其實因為它有一個豬肉叫魯冰花嘛，它就是長在茶葉旁邊的，所以是從那個地方知道這個事情。然後所以你以前唔知。我以前以為魯冰花就是一種花，其實我不知道原來它跟茶是有關係。那也是因為要寫這個歌，然後開始取材才知道這樣子。所以佢幾好，你希望強嘅文化是要當到收穫。等下到咗來繼續同啾咪殺手樂團來分享哦。大家進到福喜來咧，今日嘅啾咪殺手樂團來到節目當中，加下談咧冇強嘅歌曲，接下來我分享一首歌曲，叫做《跳下故事》。呢一首歌曲我知道都有力量，咪當到我想同大家講，你先來彈歌曲哦。新鮮嘅好巴水，見了下用變色嘞，輕輕風吹呀吹，小米嘅公雞很脆。花學嘅滿人，老人嘅身體吐粗花，迎春抱抱嘅情，嘅沙漠面，買米去嘅高粱，問愛去，中轉嘅我無敵。跳奔老鼠的，跳奔八公的，
沙丘地，跳奔里中的。哇，好听，桥下故事。所有朋友听嘿，俩首歌曲，喺咪啲讲记得上会讲乜嘅呢？安尼啊，至少安尼嘅反应啊，吼，嗰行啊可能天空底下冲嘅时节，动有 power 哈。那佢平常时讲乜安一文有冇重要哈？哎呀，所以俩首歌曲係用班嘅经验为写，为敲来发上呢。大概为说啊，就桃园平镇嘛，有一座古桥，叫做镇南桥。我头摆细细嘅时节，要去个桥下底杯下杯啦，桥下杯教水，哈，像我哥哥啊，佢可能生日嘅时候，佢就上副头喺度跳水，玩跳水，唔过你下，當你下捱太靚，捱就是好咧，橋下嘅水我會見來見。射出邊咧，呢度本身係咪有嘅呀？有本來係有嘅。一下呢？呢下就冇咧啊！呢下就因為福泉有工廠，有工業區有工廠，有陣時會抓不到它排放一些污水的時間，有陣時嘅射出邊咧，就冇安全力咧。就想講愛為愛樣嘅事情來下一首歌曲，有一種一樣站在橋下，橋上一樣站在橋上，然後會發現時空背景不一樣的感覺，就會唔肯定啦哈，係一種情感嘛哈。我想一首歌曲按有你哈，每問大家當注意，其實也經驗有當到嘅議題，就講嘅大水溝啊，嘅細河壩、大河壩，係咪做得再一次轉到頭擺嘅強力，係大家也係當得努力嘅哦，哈。你希望一首歌曲要做得本來呢都會想到一個事情，做得用下身體力行來做哈。聽聽你的歌曲之後講，當到嘅故事，無論係從生活嘅桃園，其實一首歌曲也係無強嘅歌曲，拿到青島地方，也都拿到無強嘅國家都做得用，都是很符合大家一起關心的議題哈。一下無論係創作啦、編曲啦。都一步一步的進行哈，有想愛繼續下一步愛來做乜嘅冇？你下還係有邀約啊，就會去表演，好，我會這個拍攝一些影像，那我也會繼續努力用客語寫歌，我會繼續用我嘅母語客語來創作我嘅這個嘅歌曲，係咯。還係寫哈，我啲講當初寫過情歌。聽講唔到一禮拜一首歌曲就寫好誒，很厲害哦。因為就想要寫嘅歌就會一股腦做一鼓作氣，想要攏佢寫睇，但唔會講拖延啊。你係咪頭前因為先做所有嘅田野調查，全部後你這樣開始寫係嗎？有一些歌會，好啊，有一些歌不會。就想一下就寫，然後。技巧沒用一禮拜就變好安尼哦，馬上沒有，就是大概 demo 的走向。然後攏佢講我經必要下了一首歌哦，其實會講你衝坤啊，其實佢是伴奏。哇，你有啥安尼生活當中動到神奇嘅事情，動到會好講，動到話好講，因為就講音樂就講唔會失禮，係冇？一部分啦，好，結婚新年永久都會甜蜜期出錯嘅。哦，韓國你的音樂當貼片，就係講每一首歌曲你們都有拍影像，做的講算係 MV 了，有一個每一個長途嘅紀錄片。現在沒有，之前是有跟一個導演合作，他拍短片，然後我們歌給他。那也有談到說可能。要不要長期的一個記錄，就是一些樂團的那種記錄，這樣還在討論，這樣。哦，所以未來咪係繼續為愛咁做，每一條歌曲都希望有樣片。對。做在橋下配合宣傳嗎？其實一個是宣傳用嘛，一個就是自己記錄，就是讓影像搭上歌詞，會有一個新的一個創作，就是把這個歌曲的生命在變化，這樣。像我們也聽過我們歌曲，讓大家去放在他們短片裡面，或者是他們跳舞用之類的，就讓這個音樂不單純是音樂，它還跟藝術文化
各种类型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比较想要长期做的。哦，所以我想可能會有人問講，你係參加前度某項嘅比賽，寫某項用嘅客家歌嗬，咁會有發專輯嘅計劃？有計劃，不過時間可能唔係兩下，因為我知道我還冇準備好，因為我出專輯可能嘅歌曲嘅編曲啊，還有混音後製部分要比較花心思。希望講係太完整係喎。係啊。哦，鼓手大家期待哈，繼續寫就會累積一定的量。咁目前感覺讀都蠻困難，因為躺起來就懂順利呢。冇乜困難啦，困難就會有嘗試出去俾人衝磨後，會本嘅經驗嘅。我聽得到啊，我聽得到啊。連安尼講起來就懂甜面呢。好，鼓手躺起來吼，做音樂創作對你來講真嘅係大歡喜嘅事情吼。我哋非常嘅期待吼，過後做哋繼續聽到你哋當有生命力、當豐富、當精彩嘅音樂創作哦，祝福你哋哦，繼續加油，啾咪！救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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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今日非常感謝所有朋友來收看節目嘅裏邊救命殺手樂團哈，邀請大家下，大家繼續聽人線上來做認同了，希望大家收看張磊了，救命！救命！